哎，怎样？在一起哦！好来，破，起头啊，起头啊，确定，起有迄个牙线的迄种起头啊，所以呀，那讲，所以讲起应该是起起头，起头啊是无线啊。哦，有线的起头啊，有线的起头啊。所以我说有线的起头啊，那个你。哦嘿，有线的好，来起头啊，，老师，有线的起头啊，对唔对？胜利点。哎呦，你够聪的哦！来分数。恭喜你得一分哦。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，佫有啥物话讲法哦？哈，来，牙签咱来讲起头啊啦，吼，啊，这个牙线棒其实内底这是牙线棒，咱较少用台语讲，所以较无固定的台语，爱拄只时间啊用形容啊讲啊呐，有线的起头啊，所以我算伊对，吼，啊，嘛有人建议讲啥，讲迄个因为牙线咱讲起线嘛，吼，啊，因为这个迄个牙线棒伊的作用就敢若咱的起头啊。吼，共款的当甲咱调伫起芳的这个菜油啊，甲伊清好清气，所以嘛会当讲啥？讲迄个起线托啊，甲合开讲起线托啊，嘛会当参考。